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做伙起立，我们一起站立。没有声。咱用这首诗歌做来学乐来敬拜咱的主来手招来。我踏行伫我个新的路，我踏行伫我个新的路，我踏行伫我个新的路，伫每一日耶稣应伊的伸手引带我。来，我念一遍我踏行伫我踏行伫永我个新的路念一遍来。我踏行伫永我个新的路这三句拢共款。伫每一日，耶稣用伊的圣手引带我。伫每一日，耶稣用伊的圣手引带我。来，咱对头来来，手招来。我踏行伫永我个新的路，我踏行伫永我个新的路。我踏行伫我个新的路，伫每一日，耶稣应伊的伸手引带我。搁一遍来，我踏行伫我个新的路，我踏行伫我个新的路，我踏行伫我个新的路，伫每一日，耶稣应伊的伸手引带我。我踏行伫我个新的路，我踏行伫我个新的路，我踏行伫我个新的路，伫每一日，耶稣应伊的伸手引带我。我踏行伫我个新的路，我踏行伫我个新的路，我踏行伫我个新的路，伫每一日，耶稣应伊的伸手引带我。咱要来献上咱的感谢，甲认罪祈祷。咱用主的话做伙来宣告讲：因为上帝将独生的囝赏赐世间，互囝仔信伊的人袂沉沦，会得到永活。伊听世间到安尼，因为上帝找囝入世间，毋是要审判世间，是要互世间对伊得到救。当迄时，行洗礼约翰来，伫犹太的旷野宣传讲，恁着反悔，因为天国近啊。咱要做伙来感谢过去上帝安怎伫过去一年久伊因所带领，虽然环境有做这的困难惊吓，求主来帮助，互咱面对2021年新的一年有新的稳定，有新的信心，有新的保护，伊的平安甲咱三合同在。咱开声来祈祷，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主，我感谢你伫过去一年久，虽然有拄着做着这对疫情来，也对环境来的这惊吓，对话来的这凶悍，总是阮恳求你来帮助阮面对新的一年，主你的平安，你的祝福，拢甲阮三同在，互阮知影安怎倚靠你，会通食做有福气的人。特别阮的上帝，阮感谢你过去的一年久，阮看见充满不安，充满困境，充满惊吓，充满做这疫情，总是主你有缘保守台湾，互阮会通做伙伫遮来学乐敬拜。检测阮面对着对方的威胁、恐吓，总是你有缘固守阮，赏赐阮平安。因为你是阮的主，阮的好处无在伫你以外。求你帮助阮，随时悔改活倒转，互你的救恩临到伫阮甲阮的全家，互阮所接触的人有缘通同得永活的福气，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也是姊妹请坐，请坐。咱后要为着咱的国家、咱的城市来祈祷咱用圣经的话安尼来宣告讲：
全地拢着耶和华唱歌，日日传报伊的救恩，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在。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懊恼，伊伫正上帝的顶面，应该受敬畏。咱要为着咱的执政掌权的为着咱的国家、咱的总统、这文武百官来祈祷互所有的政策，特别最近的来珠对元旦开始嘛咱真正为着这所有的政策有好的政策，若无好的求上帝互这执政掌权的知影安怎去调整。咱若面对着对岸的威胁逐工拢安尼飞机来咧，甲咱恐吓安尼咱为对方来祈祷为遐掌权的祝福，捆绑遐歹的，就是遐恶者要互因直接来想要攻打咱、侵略咱的迄款的念头伫遐无去，互想使因有即个平安有即个意念伫中间咱恳求上帝来帮咱，也互咱所有的这百姓知影讲，只有上帝会通保护看顾咱领受主的平安。咱有一寡这政策，如果你若入来教会，无法度保持即个社交距离，请你甲喙按挂咧无说是徛伫头前，因为有即个距离总是我若接触伫边仔，就爱挂起来所以咱会当持守即个无考劝了，咱若无咱会去用法另外，咱看最近咱的中华路这条起路拢袂使停奥多摆我嘛接一张罚单。对元旦开始检测有一寡遮的不便，咱爱为着遮的执政的交通局，互因的想法安怎真正是有好的政策检测有带来一寡的不便总是恳求上帝来帮咱，咱为着遮政府官员来祝福较要紧，互因有好的政策，就会利益伫咱利益伫咱好，咱开声来祈祷，咱开声来祈祷。阮为着阮的总统文武百官来祈祷，求你所因有对上天来的智慧，在执政管理的时阵，互遐无利益伫百姓、无利益伫即个土地的政策，拢有通伫遮来调整。愿主你来帮助对岸遮领导者，有上帝你的和平伫咱心内，赶走遮个歹的念头。要侵略台湾的念头，伊啊离开，保护台湾免受到这个瘟疫的侵害，互阮会通安居乐业、平安过日。祈祷感谢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咱若为着咱的需要，咱也会通得到上帝医治透放来祈祷，用主的话做来宣告讲：愿恁对咱的爸上帝甲主耶稣基督得到稳定平安。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也是伊的爸，就是人民的爸，赏赐大样安慰的上帝，得到懊恼。阮伫大样患难中，伊安慰阮，要互阮对上帝所安慰阮的安慰，来安慰大样患难中的人。咱若要为着咱的身心灵工作婚姻产业咱会需要工作囡仔的课业，阁有人甲人中间迄个关系，咱来祈祷如果你即时你若身躯有遮个软弱病痛，是讲伫即5项中间你若需要代祷的
你会通徛起来，是坐咧吼。咱恳求上帝来医治。如果你这个时阵有需要，你会当徛起来，咱做伙三甲来祈祷，咱同心来祈祷，开口同声来祷告。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站立起来，我们同工会为你来祷告。将咱的同工吼，将咱的同工提下来，好势。主你来就是要互阮的生命得到更较丰富。主你讲紧啊劳苦担重担的，通到伫阮遮，到伫你的面前，你就会要互因得到安息。主啊，你来听阮，帮助阮，阮各方面，因为你所想事的困难，阮会通面对各样的困难。求你帮助阮，伫阮的心灵，想事阮医治勇健。伫阮手所做的，互阮所做行通顺利，互阮有上天的智慧，才会通面对阮头前人生的道路，才会通行入主你所想事的稳定道路内。让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最后，咱要为着主来守望来祈祷，咱用主的话做伙讲。耶和华讲，我知我对恁所存的意思是想事平安的意思，毋是降灾的，要互恁过境有望。彼时恁要求救我，要去祈祷我，我要听恁，恁要找我来拄着，因为恁要专心找我。咱要做伙为着牧者团队，为着这种植团队来祈祷。咱为着今仔日要受这慧兰节来做来祈祷吼，今仔嘛邀请的囡仔来参加吼，咱祝福这个家庭，上帝赐福气满满。咱为着咱今仔日圣礼典，搁拜六暗时礼拜圣礼典吼，会通顺遂。白头毛是荣耀的冠冕吼，有当时咱食甲老，咱会讲我食甲老无路用啊。其实伫上帝眼中吼。年老是一个荣耀，上帝有缘透过这个小组长吼，6、7、80岁，嘛会通搁伫遮来祝福，嘛会通搁伫遮引带人来信主，所以互因的生命展现出上帝的芳味啊，会当荣耀上帝吼。所以咱为着这个伫拜1到拜5的中间，有这个社区内的长者吼，这个年长者，祝福因。互因知影讲，伫上帝眼中，因是上宝贵，是宝贵，毋是无路用，毋是讲食老无效。所以咱要为着这个为着咱的区长吼，为长老副区长、文贤长老吼，为着这所有的小组长、所有的来参加的长者，为着因伫遮来祝来祈祷，咱开声来祈祷，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阮奉你名来祝福。今仔要说为咱这，主啊，因来会通得到喜乐，得到平安，得到永远的盼望。主啊，人生充满稳定，也照安尼也赐福气，互伊的家庭，互伊的囝儿4岁，所做拢会通行通顺利。主，阮为着牧者团队、种植团队来出来祈祷。主啊，阮伫这着外服侍的中间，希望顾守阮的家庭，愿主你来赐福，赐福气伫阮的中间。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阿罗你，因为你是赏赐福气满满的上帝。特别你透过这个长者，阮的时代，因过去安怎拍拼，过去安怎受主上帝的恩典，固守家庭，付出一切。伫年老时，阮也恳求你恩待，恳求你赐福，
互因子孙游园会当友好。愿主你也帮助，互遮年长者知影，因伫上帝你的眼中是宝贵，毋是无路用。愿主你赐去，透过因会通成做主你施恩赐福伫即个世代的管道。阮伫礼拜中间恳求主你的圣神，甲阮三同在，感受着上帝你的疼，也成做你疼世间人的出口。阮即时也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祈祷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息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入去，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所有爱戴无尽。阿门。我的嘴唇要学落你，我要用欢喜的嘴唇来学落你。咱做伙来吟圣诗，圣诗第2首，圣在，圣在，圣在，请起立来吟全首。
为上帝，阮敬拜俄罗斯，伊是创造天地耶和华，天顶的万军，地上的万民，拢咧敬拜你。因为上帝，阮感谢你，阮有谦卑来到你的神宝座前，互免往你心中阮的软弱。求你的光照阮的行为，思想、言语的过犯。求你也赦免阮有意无意中所犯的罪。主啊，求你使恩膏帮助阮脱离俗世的罪恶，洗净阮一切的不义。阮来因为平心正直的灵，使悔改的心，引带阮过敬虔圣洁的生活，甲上帝和谐美好的关系。自必听人的爬上帝，伫新的一年，伫新年开始，阮需要你带领阮面对未来。毋茫伫新的一年是阳光的一年，阮知影，敢若你会当赏赐阮气力甲智慧，来面对未来的挑战。恳求主你帮助阮谦卑交托，伫你的手中来信靠你，会当伫新的一年，听着主你的旨意来行。感谢主，全世界疫情不断地增加，你对阮的看顾甲保守，做阮的避难所，是阮的力量。主啊，你的恩典保守阮身体健康，互阮心内后平安喜乐。阮伫遮咧学习怎样谦卑顺服、忍耐、甲毋茫的心。只是阮也为着今仔日受洗，为着这祝福的祈祷，求主你赏赐伊有新的生命，坚定伊的信心，赏赐属灵的智慧，明白上帝的话，甲主同行，一生行伫主的旨意，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阮也为着本周主日甲拜六的圣礼典顺利，由主你来掌权，应验你的圣名。也要为着乐林区的区长小组长来祈祷，求主也感动桃府的乐林，会当参与德福的关怀据点的活动，祝福助员身心健康，热心听主拍拼传福音，晚年更加得到上帝的赐福。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做伙来启应，伫圣诗后面启云15篇，就是诗篇51。启文第15篇就是诗篇51。上帝啊，你的听袂改变，由你任命我。求你洗除我一切的罪孽。我知家己的过失。我有得罪你，只有得罪你。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我伫母胎就有罪。你以爱就是内心诚实。求你洗除我的罪，互我清气。求你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求你面无看我的罪。上帝啊，求你为我创造纯洁
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是新约圣经约翰福音21章15到19节。约翰福音21章15到19节。已经食早顿，耶稣甲西门彼得讲：约翰的囝西门，你听我脚影食的嘛？应讲：主啊，你知我听你。耶稣甲伊讲：饲我的羊仔囝。第二摆佫甲伊讲：约翰的囝西门，你听我讲：主啊，是，你知我听你。耶稣甲伊讲：照顾我的羊仔。第三摆甲伊讲：约翰的囝西门，你听我。你就因为伊第三摆甲伊讲：你听我，就又问甲伊讲：主，你有所不知，你知我听你。耶稣甲伊讲：饲我的羊仔，我实实甲你讲，你少年的时用大家己捌，照你所爱来行油，独独到老，你要伸手别人就别人，带你到不爱去的所在。耶稣讲这话是指彼得要怎样死来依靠上帝。已经讲安尼，就甲伊讲对我以上。只是咱来请本堂牧师来讲道，伊的题目是：伫迦南家庭有疼，爱你幸福。伫迦南家庭有疼，爱你幸福。请咱同心来祈祷，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互阮伫新的一年头一个礼拜做伙参加主日，伫遮来学乐敬拜。愿阮的祈祷好亲像芳芳的香，请到你的面前。因为你为着阮来付出代价，所以阮毋免搁再用祭牲伫遮来敬拜，用心灵、用真实伫遮来敬拜你。愿主你对是阮宝座，赏赐你所有的福气，并落伫阮的中间，开阮的心窍，明白你的真理，你的教示，照安尼去行，互阮拢诚做有福气的人。祈祷靠耶稣圣名，阿免。兄弟大家平安。新年恭喜，上帝祝福你。你甲你的边仔讲，新年恭喜，上帝祝福你。过一个年较紧，总是过日仔较慢所以面对新的一年咱要安怎伫遮来面对咱头前毋知要安怎行的路站明仔载要发生啥物代志，咱拢毋知。总是咱对这个信仰有一个期待。咱伫周报，咱来看咱的周报有人换一个新的周报的封面愿上帝来赐去，透过伫教会咱的领袖，毋茫咱的家庭，每一个家庭拢充满上帝的疼，彼此相疼，上帝的祝福，彼此伫遮相祝福。咱伫跨年祷告会的时阵伊31暗时要跨年的时阵，牧师互咱做一个，就是去用迄个积木逐个起的厝拢无相款的，有透天的有大楼的有别庄的家己伫遐起迄个厝了要想要祝福咱家己的家庭有啥物款的祝福，甲写落来，搭伫迄个囥伫头前囥伫咱教会迄个模型的边伫遮逐个为着咱的家庭伫遮来祝福。咱的家庭有上帝的疼，有上帝的同在，咱的家庭就充满毋茫，充满虽然面对遮个困境充满面对挑战的环境遮个环境，咱拢会通安怎？咱拢会通去面对所以我足爱一句圣经的话讲，我靠迄个加天互我开来的，我凡事拢会。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我凡事都能做。其实我去查现代中文原本伊译了佫较好啦凡事都能做到底是啥物我去看
较白话翻译讲，我靠迄个家天，互我开来，我会通面对所有要面对的环境啦。安尼有较清楚无？我讲有一寡遮个疫情来的困境，也是我伫我的身躯边疼，等等遮个所有面对的困难的中间，我靠迄个互我开力的这位上帝，我会通去安怎勇敢面对遮个困境。所以伫遮咱望咱的家庭伫新的一年充满上帝的疼。即个疼其实爱对信仰内底伫遮来了解，因为有一本册叫做《家庭会伤人》家庭会伤害人呢。因为大家斗阵，特别即个 COVID-19 即个疫情的过程中间，咱有看见安怎？平常时可能你做工课毋是斗阵，总是因为即个疫情的关系一工甲毋斗阵，所以法国因有发布讲即个家暴家庭的暴力有增加安尼啦所以伫即个中间，咱看会讲，要彼此伫遮相接待，伫教会嘛是相款有当时咱有真侪遮规定要叫你来遵守你又毋听所以伫遮安怎毋知要安怎所以咱真正恳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伫疼的中间。要安怎伫遮来劝勉，会通伫遮来接受有当时咱检菜问讲，尤牧师，你有疼我无？小组长，你有疼我无？你有关怀我无？确实有当时咱会忽略，因为教会700-800个以上对无？700-800个检菜有当时你若无分享你生命内底一寡遮个苦痛有当时真正无得了解。检菜咱透过小组，咱会通彼此伫遐分享伫即个人伫咱的身上有迄款的软弱苦痛的时阵，咱会通彼此伫遮来祈祷，伫遮来祝福。伊嘛会甲牧师讲，牧师就安怎去伫遮来关怀，也是讲探访所以人愈来愈侪中间，咱看见有迄款的咱本身的限制，所以咱透过小组关怀小组，伫遮就是彼此安怎去了解彼此的需要。伫遮透过小组长、区长，互牧者知影，咱会通做伙伫遮面对咱个人内在、外在的困境。今仔日咱看讲耶稣伫伊过活了后伊到伫迄个加百农边仔的海边，伫遐来问彼得佮甲因准备早顿呢，准备了彼得甲遮个学生伊佮倒转去安怎倒转去老本行啦，就是迄个掠鱼伫迄中间，耶稣就搁一遍问彼得讲彼得，你有疼我嘛？你疼我比遐个搁较深嘛，搁较大嘛有当时检菜耶稣嘛会问你某物人你有疼我无？你有疼我比你的工作、比你的兴趣搁较深无？搁较大无？彼得回答讲有啦，耶稣，我有疼你啦。到底耶稣问的疼，甲彼得回答的疼，伫希腊文内底是啥物款的意思？念伊咱会做伙伫遮来看为什么连续耶稣问3遍？互我想着讲，耶稣甲彼得讲啥？加提进前，你要安怎？你要3摆毋认我啦踮咧伫遮咧提醒伫大众的中间，伫面前咧食饭的时阵，检菜咧歹势祈祷，有当时甚至头红咧，目睭起就暗咧。我毋知咱有安尼无啦检菜咱毋敢伫众人的面头前来表达，我是一个信主的。总是嘛有真侪兄弟姊妹真勇敢来表达讲，我是信耶稣的。信耶稣来做荣耀，所以耶稣问彼得讲：你有疼我无？头一遍，第2遍讲你有疼我无？你有疼我比这会较深无？第3遍讲问伊了。有当时咱若互连续咧问，你的心内毋知会感觉安尼惊着，到底你是啥物款的意思安尼啦伫遮咱要做伙来学习，就是讲到底是啥物叫做疼？
如果用华语来讲爱啊，我爱你爱你哦，其实那个爱表达不出来，表达较袂出来，知道？啊，所以台语哦，台语会疼，是吧？迄疼，那念落会疼袂？会疼哦。啊，人啊疼爱疼到安怎？疼入心了吼。所以台语的表达真正啊，会通表达出讲迄个疼的程度吼。所以头一个咱要来认捌讲疼真正的意义。啊，咱做伙咧讲彼此相疼，是疼伫对，安怎疼？第二，咱有看会讲啊，要安怎来了解即个伫人生即个过程的中间，你是毋是行伫即个疼的旅程？因为咱的人生道路真长啦，对家庭，对你所接触的亲友，你甲朋友的中间，所以念的咱要对 C.S. Lewis 即个路易斯伊所写的即个册内底，咧讲起有4种的疼，到底是啥物款的疼吼？而且咱有看讲，检在讲你疼我嘛，咱来先问讲为虾米疼？是要安怎疼？啊，为虾米爱疼？吼，有伫基督教的论坛报内底有写一篇文章，伫描写一个伊伫婚姻，伊甲伊未婚夫伫即个婚约中间，伫熟悉也是斗阵的过程中间，拄着一寡遮的困难吼。你知影即马吼，人甲人中间伫保持遮个联络的时，拢靠啥？手机啊！明明是伫一间厝内底，伊伫隔壁房间若定，总是嘛摕来安怎？你出来食饭啦？我无爱食。咱时咱会看讲，即摆的人吼，面对面的沟通，迄款的关系真欠缺吼。啊，你若搁住楼顶楼骹，搁要讲吼，所以若透天的迄楼顶楼骹吼，伊检采你爱透过这视讯吼，也是透过 Line， 才会通甲囡仔伫遮来联络。所以即个姊妹吼，伊咧找即个协谈，伫遐咧透伊心内话，然后伫迄中间吼，伊只有摕即个手机互伊看，讲伊即2个月来甲伊的未婚夫的对话，最后伊只有安尼表达一个，就是讲取消婚约。是安怎取消婚约？有当时咱伫咱的心内底，咱会感觉讲，咱是不配，互人疼，也是讲无值得互人疼。所以，即个协谈者伫遐咧了解讲，到底你心内出啥物款的问题咧？其实伫真侪人吼，伊出世的时阵，有人是真宝贝、真期待。咱今仔日个今仔日周报，咱有一个见证，即摆莫看啦吼，你转去遐看吼。这是咱洗礼无偌久的这兄弟吼，其实因真爱对上帝领受这个囡仔，这个产业啦吼，总是几遍安尼拢生袂出来吼，做这个手术嘛无法度吼，总是牧师为伊祝福祈祷啦吼，伊家己伫遐来信心来恳求吼，感谢上帝，互伊有一个产业安尼吼，所以伊伫周报内底吼，这是啥物做的带来同事啦吼，感谢主。一个因安怎伫遮来经历上帝伫因的生命中间，即个宝贝囝汤生完对无？所以一出世会甲疼袂？会啦，总是有诶家庭啥？你可能是慢囝，上细，都无想要生啊，结果佫哺出来。所以有当时可能爸母会无心啦，你这吼意外，你这吼假，有无？咱中间有捌安尼互讲过无？吼，拢毋敢讲啦吼。有当时我捌听过遮个种，伊感觉伊的性命是意外，是无值得存在，是一个无伫迄个爸母的计划内底。所以一出世，爸母佫讲即款的话时，伊的心内就安怎受伤害。所以即个姊妹其实伊伫国中的时阵，伊有真长的时间，有一天发现伊咧困的时阵，哪有人咧甲我摸啊？到尾发现是伊的老爸，
所以一长期的中间，伊吼拢毋敢困落眠啊，所以真惊吓吼。伫迄个过程中间，检测也互伊甲离婚妇啊种甲人的接触中间，有一寡只会感觉我无值得互人疼，不值得被爱，迄款的心态吼。其实伫上帝眼中，不管你是啥物款的，不管你是爸母讲意外、突然的，但是伫上帝创造内底，咱每一个人拢是独一无二，拢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咧甲人咧祈祷，为着人咧祝福祈祷的时候，为着迄个你要祈祷的对象，讲上帝啊，即个某物人是你所安怎看重的宝贝吼。咱每一个人伫上帝创造内底，拢是无相款的，拢有伊特别的哦。所以伫遮，甲你的边仔讲，你是为着疼来出世的啦。你看你出世有真侪遮的亲人甲你惜命命吼。我是阮兜吼，即大囝吼，查甫个，头前有2个姐姐吼，所以你看伫过去迄个时代吼，较重男轻女的时代是安怎吼？生会过加酒芳对无？生袂过安怎？四面帮吼对无？若查甫的搁较，查甫的若出世就安怎？请，毋是干那请油饭尔咧吼，搁有办桌安尼吼，所以有真侪着种受气中，总是有当时女性的，这哪像凊彩啦，这你大汉就是要嫁人，所以免读册啦。所以有当时咱伫过去迄款的观念，心内有受到真侪遮伤害有人咧顶头所以有当时咱要面对咱的伤害中间，爱来得到讨伐其实上帝眼中，你拢是独一无二的，你是上帝所疼的。甲你的边仔讲，你是上帝所疼的疼是啥物款？疼到底是安怎讲？其实伫迄个咱亚里士多德咱也捌读过地读的上无你嘛听过伊迄个甲柏拉图小可有关系安尼伊咧讲疼就是啥？一个灵魂住伫2个身体，奇怪是咧讲啥其实咧讲着种，其实男女之间的疼，伫迄个亲密过程中间拢有迄个魂结啦。魂就是讲你的思想、意志、感情，拢会伫遮来做一个连结。亚里士多德咧讲的意思就是讲，虽然无共款的2个身躯，总是因为你疼的内底，你有迄个心灵的交汇，心灵的契合，伫迄中间会通伫遮三角吸引，互相吸引这个就是疼所以伫遮咱看疼，毋是甲对方当作是啥，当作物件来占有伊。你就是我的，毋是甲对方当作是工具，你就是来满足我的感受，我的一寡感官的需要，毋是头一个是安怎贪因为我甲你占有，所以这就是你看讲2个若行到离开的时阵安怎，伊查甫毋愿，叮当甲关掉好无？毋愿就安怎？害，所以伫遮咱有看讲第2个就甲对方当作是迄个满足伊家己的工具的时阵迄就是情欲的欲总是伫迄个人心灵的交汇中间会当心神相通迄就是伫迄内底讲迄个真正的疼所以咱有看伊讲雅歌书内底第1章第40，咱做伙来读来。愿你看我，阮就走来对你啦这意思就是讲，迄个2个彼此伫遮互相伫遮来吸引。所以伫遮咱看雅歌书咧讲迄2个主体，伊中间互相伫遐的吸引，所以我会通跟对你，你会通陪伴我，这就是疼的关系第3，咱是讲疼有分类无？有无？我看你较可爱，较古锥，较水，所以我对你会疼安怎？较济下面。你若囡仔生出来这歹安怎教的？无讲迄是送生
所以有当时咱会无注意着伫遐伫论断批评啦吼。所以看着古锥，咱哦哟，这真好，我真疼这。总是若看着歹歹吼，检测你不被爱。所以听有一寡遮个分类啦吼。咱捌看过《纳尼亚传奇》无？吼，这部电影是这个路易斯吼 ，C.S. 路易斯伊所写的一部册啦吼。伊是一个英国的文学家，所以伊写的这本册，这个七本的册，其实是伫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吼，伦敦去用轰炸了有真侪孤儿就送到伫迄个庄卡所在的时阵吼，嘛有送死的去，迄个时阵伊未结婚啦吼，所以伊无结婚，伊嘛毋知影讲要安怎去照顾遮个囡仔，伊发觉遮个囡仔无册通读，无迄个故事册，所以伊就从写遮个故事册吼。我看有《纳尼亚传奇》，佮有拍迄个续集吼，真精彩啊吼！有对迄个三途字标，就去到另外一个世界安尼吼。所以伫遮伊就为着遮个囡仔来写遮个故事册吼，所以这叫《纳尼亚传奇》。总是有另外一本册叫做《四种爱》，这个较无遐有名，但是我感觉这个内底所写的真要紧，就是咧提醒咱，伫咱人甲人的中间，因为血缘的关系，所以有亲情的疼。第二讲有迄个，因为你有兴趣，有啥物人较爱打高尔夫球的无？有无？有啦吼，所以咱小招来拍高尔夫球，嘛有人爱投高尔夫球，对无？祈祷、困球安尼投高尔夫球嘛吼，所以就有遐兴趣，所以就斗阵伫遮做伙，所以因为这兴趣，大家相甲斗阵有个人嘛需要安怎啉一杯，吸一杯，对无？所以就有人斗阵，迄叫安怎？恁知就好啦吼。所以因为兴趣，所以斗阵迄做友情啦吼。第三就是讲，因为两个人吼互相吸引伫遮互相意爱，这叫做爱情啦吼。最后一个就是阿加佩，就是完全牺牲。所以咱要对这四种疼来看见讲，耶稣到底伊甲彼得咧讲的是啥物款的字眼？所以伫遮咱来看讲要安怎互人疼，也免咱来讲耶稣伫讲疼的意义。拄仔迄个姊妹其实因为伊内在有真侪遮个问题，所以伊感觉伊不配互这离婚或是讲互人伫遐来疼伊吼。其实伊大生一个就是讲，伊爱做一个赦免。检测伊老爸对伊有即款的搅扰吼，也是讲性骚扰安尼等等吼，检测互伊受到伤害。当牧师咧带真侪人，伊内在有受到伤害时，头一个真要紧要做的就是讲，来你愿意伫遮用上帝的疼来赦免对方无？因为你若无要赦免，其实你家己无法度偷放。所以当因愿意伫遮来做赦免的时阵，其实伊开始可能流目屎，总是伊的内心开始伫遐伫着偷放。所以伫遮有真要紧，就是讲甲上帝安怎伫遮来连结和好。第二就是讲，伊要安怎甲人、甲其他人和好。第三就是讲，伊爱甲家己和好，因为有真侪遮家己自责，我逼真，我垃圾，我安怎？所以伫迄个中间，即个信仰就是要帮助咱。信仰帮助我们，帮助咱安怎甲上帝好，所以这是其实得的就是人甲上帝的关系，换的是安怎人甲人中间的关系。所以透过这个信仰来帮助咱家己的需要，是需要互人疼，需要互人接纳，需要有上帝的救赎伫咱的内底吼。所以耶稣伫遮咧问彼得讲：你有疼我比遮个较亲无啦吼。所以伫这个疼的旅程的中间，咱看讲。如果若3年前捌去即个所在，检测你就通记伫吼，要访问时吼，即个雕像，即个像是耶稣咧问彼得，你有疼我比遐个较亲吗无啦？这有咱在场的伫内底无吼？我想我每一遍去到伫即个所在，大概走4、5遍伫即个所在，每一遍拢受到即段的经文，耶稣伫迄个海边伫遮咧问彼得讲：你有疼我比遮个无？我著交代恁，恁哪会阁走转去掠鱼安尼啦吼？转去恁的老本。
所以咱来看讲耶稣咧问吼，头一个耶稣咧问彼得讲啊，你有加倍我无？加倍是啥？迄个完全牺牲的疼啊，拄啊，咱有看讲有迄个头一个是啥物疼？亲情的疼对无？第二咧，友谊友情的疼，第三咧，爱情啊，第四是完全的疼，无私的疼安尼吼。所以耶稣问彼得讲：你有加倍我？你有要用完全的疼、牺牲的疼来疼我无啦？总是彼得回答啥？主啊，有啦，我会了你啦。为了是友情的疼、友谊的疼，所以伫遮咱看字面看袂出来，总是伫原文内底，其实彼得是用讲有啦，我甲你有即个疼啦，是友谊、友情的疼吼。耶稣讲好，你来饲我的羊啊，就是讲去照顾遮的人群啊。第二，耶稣搁问伊彼得，你有加倍我无？你有完全牺牲的疼来疼我无？彼得嘛搁回答安怎？有啦，我为了你啦，我有疼你，即个疼是有缘是安怎？是迄个友情的疼。第三遍耶稣搁甲问啦，讲西门彼得西门你有疼我，就讲家己调整你有为了我无？彼得问一个歹势有啦，我有为了你啦其实了后，耶稣将即个交代，为虾米要安尼讲？后来咱看圣神的充满了后，因一世纪面对着遮个宣教的中间，嘛有拄着遮个困难。所以伫遮咱有看讲，腓利俄甲即个加倍差伫倒？差伫拄仔我讲的，你看伊可爱，你敢甲疼？看伊无可爱，我无爱疼你。有人男女的中间，亲情的中间嘛是相款，搁友谊的中间嘛是共款。你看即个即恁哪会疼会落啦？疼袂入心啦。总是加倍的疼，就是安怎？迄个结婚的时阵，牧师常常用一句圣经咧勉励啦。我们爱，咱疼，因为安怎？因为上帝先疼咱，所以迄个就讲上帝先用伊的无私的疼、完全的疼来疼咱，咱才有法度讲无共的思想、无共的个性，才会通疼落。伫遮来学习即个疼所以疼的原动力是对耶稣讲：彼得，你有加倍我无？迄个无私的疼，因为耶稣已经先为着咱来付上代价，伊伫十字架顶来付上代价，所以咱咧守圣餐的意义就是安怎？即个葡萄汁是代表耶稣为着咱流的宝血。过去咱用精生嘛，抬猪公嘛，以色列是抬羊嘛，对无？来牺牲流血，来付上代价。总是为虾米逐年拢爱牺牲？因为无法度完全洗清咱的罪。所以今仔耶稣为着咱来付上代价，所以咱毋免搁再抬猪公，毋免搁再加一粒柑仔互伊加了，你着甘愿替我牺牲。咱今仔用啥？过去旧约有烧香，总是咱今仔毋免。为虾米？耶稣为着咱付上代价了，所以呢，咱的祈祷就好参是上环保的香，对无？所以你若去看启示录，圣徒的祈祷好参是馨香之祭，迄个香。然后咱有看讲伫这个过程中间，彼得你要疼我无？用加倍，彼得回答会了。耶稣先疼，咱才有法度开始思考我要安怎疼。所以伫迄个疼的过程中间，迄个爆发力就是讲啥？这个爆发力就是讲，我会了你。耶稣愿意伫遮来调整伊等待咱，互咱的性命会当伫遮来做调整。所以耶稣伫十字架顶割活了后，咱看对彼得完全的疼，伊是接纳伊。伊伫个眼中看讲，你毋是敢若像金仔相款。上帝看咱每一个，其实毋是像你讲，你想的讲我无够严无好拄仔伫讲话中间，人家伫学了时阵，无啦，你足优秀的，无啦。我常常会提醒，若无就无安尼。但你若是讲上帝伫咱生命足丰富的，为虾米无？你应该是宣讲感谢主，对无？感谢上帝，伊上帝
透过你的宣告中间，丰丰富富伫你的生命中间，所以讲有讲感谢主，你若歹势了，感谢主。所以当你咧宣告感谢主，表示讲上帝的祝福伫你的身上，你会通更较丰富。所以伫遮彼得伊有迄款的一个部分，咧是因为伫伊的眼中，耶稣无看见伊的背叛、伊的背叛、伊的软弱，耶稣看见伊未来，伊要成做是一个做比伊更较大的事的。所以后来你要看伊讲道圣人充满几千人洗礼，几千人，3000可能5000，遐尼济，所以耶稣搁一遍来邀请分对我，然后将即个使命交代互伊。最后一个咱看讲，迄个疼的一个生命力，耶稣搁一遍伫遮来提醒，亲像拄仔咱看瑞士咧讲迄个4种的疼，其实伊到伫58岁时，伊甲一个离婚的妇人人 Joy 来结婚哦。伫结婚半年了后，即 Joy 即个太太得到骨癌，经过祈祷治疗了后，有较好势互因会当去度这个小蜜月。总是不幸了1个月1年了后，伊的这个癌症搁复发，所以大概结婚4年后，这个 Joy 就过身所以伫即个陪伴照顾的过程中间伊有感受到迄款的，感觉对亲情来迄款的疼的一个有限。所以后来伊写一本册叫做亲亲如晤即本册伊将伊所经历的迄款的疼伫遐来描写出来。伊认为讲伫人的中间亲情、父母、兄弟姊妹中间的亲情，也是兴趣所产生的友情，搁有迄个男女中间因为爱情所产生出来迄个疼。伫遐拢有迄个限制，迄个有限有当时做父母嘛会偏心，对无？较偏即个，较偏迄个。所以伫遮伊感受到只有上帝完全的疼，才有无私。所以咱看圣经讲，耶稣伫咱做罪人的时阵，有罪的时阵，伊就疼咱，就为咱来牺牲付上代价。愿上帝帮助咱，因为耶稣的接纳，耶稣的鼓励。伊讲以后，其实你愿意，所以伊用阿加菲的疼伫遮来服侍。今仔日咱的家庭嘛是相款，如果咱有上帝的疼伫咱中间咱的家庭才有迄款的幸福啦。伫家人教会嘛是相款上帝的疼来彼此伫遮来祝福劝勉。所以今仔日咱即个教会，检测教会有一寡遮的规矩。检测互你感觉讲无爽快，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牧师若伫讲的时阵戴口罩，我强咧喘无气。所以伫有距离的中间，我勉强伫遮透落来。总是我若甲咱斗阵时，我就爱挂开。做一寡遮的政府的规矩，也是讲教育规矩，咱安怎去遵守？所以我嘛鼓励咱中间受苦劝的咱爱配合，若无会去用法啦。因为你的一个关系，互害教会去用法啦。其实即马嘛真侪遮个规定，咱1月初开始，咱的骑路遮个迄个阴期遮这骑路袂使搁停乌多摆有一个公告讲中华路这条，其他足侪条，中华路这条、中正路到民族路袂使停。所以，昨有看到一张罚单，因为我车停伫头前遐因每一遍我若要对车库出来头前拢乌多摆，所以有当时搬甲摇强咧闪着，所以这对牧师来讲，毋知是好啊歹安尼检测头前互咱头前感觉咱要整修这个教会时阵，头前的安怎伫遐来整修，检测未来会搁较好，嘛无一定，对无？所以有真侪咱无法度去面对，也是讲无法度去疗伤的，咱只有安怎免彼此用疼伫遮来包容。最后，咱免伫遮来回应
今仔为咱这要说咧，其实就种上帝，我愿意，互你来听我，听的中间伫我的生命内底充满我。第二就是我愿意来去听你，就是人甲人中间，你有领受上帝听，你哪知影讲上帝听真正是哇，人无法度去体会。耶稣为着咱听甲愿意受定义受伊过定，所以连于咱咧领受圣餐的时阵，咱的信徒要领受圣餐的时阵，我爱恁去感受讲上帝安怎伊会听，透过耶稣基督彰显为爱降生了，为听出世是要为着咱死。如果若是咱检测咱讲宁可莫出世啦，最近无数录影咧讲即个约伯讲，我若知影讲我出世拄着遮困难，宁可我莫出世安尼。总是到尾啊，当然有无共款的结局啦吼。伫咱面对苦境的中间，咱检测有当时会败坏，求主来帮助咱，互咱知影讲上帝听你，你是伊眼中的宝贝。第一就是讲，我愿意安怎彼此伫遮来听迄个检测，感觉无可爱。甲你讲，你拢讲袂听，总是我嘛是会通伫遮来听你。咱三甲来祈祷，我们一起来祷告。主，阮的性命有当时亲像彼得共款，阮无法度感受主上帝你完全的听，但是你犹原吞忍，犹原等待阮，犹原看见阮性命的价值。检查阮内心有过去有受到一寡遮的伤害，对亲人来，对朋友来，对环境来。恳求你来帮助阮，因为你的听一直在包围阮、安慰阮、扶持阮，互阮通伫主上帝你的听的中间来得到主你的赦免、接纳，甲你的牺牲流血，互阮会通有一个新的未来，有永远的活命。愿主所有阮透过今仔圣礼典，阮会通明白主你安怎听阮。阮通诚做你听的管道甲出口，祈祷感谢，靠耶稣的圣名，阿门。这时阵咱要来举行洗礼，咱来吟圣诗，坐咧吟，咱来吟圣诗354首第1节、第4节。得到帮赞是靠耶和华上帝的名，伊是创造天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吩咐的话。伊对世人中讲话了后，也未上天的大声有讲：天顶地下悬已经拢总互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我的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命令恁的，着教是因守。搁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末尾。伫五旬节，彼得传福音的时，对听伊的人有讲：恁着反悔，逐人伫耶稣基督名受洗礼，互恁的罪得到赦免，搁要受圣神的赏赐。因为所应允的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的人，就是见仔主咱的上帝所要调的。亲像迄时彼得叫人反悔信耶稣基督，搁受洗礼。答非咱这我安尼对你讲，你着深信，着真实反悔，告别你的信仰，
搁伫伊的名来受洗，即个圣礼典就要成做你做得到洗清气的记号甲印证，搁表明对圣神来得到顶头生来结连伫耶稣基督。你要受洗礼，你着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头前来做告别你的信仰，来应答我所要问的。所以，请你注意来听，来回答。你有要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神做你的保惠师啊无？有啊无？你有诚实反悔你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啊无？有啊无？你着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有要决意安尼行无？有啊无？来，请你来跪伫头前遮。幽灵慧兰，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做圣神要甲你三同在，赐福气互你，也透过你将这福气享受你的囝儿世岁，全家拢会通得到永远的福气，也会通透过你所接触的人，将上帝的疼、将上帝的福气来分享互你所接触的人。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你一真正圣。搁愿你的神、你的魂甲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我来宣告，你已经告别你的信仰来受洗。我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嘉南小会官兵接纳你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恩典。咱做伙来祈祷，同心祷告。全能慈悲的上帝，你疼世间人，你诚做人降生伫伯利恒。耶稣来到阮的中间，要来显明主上帝你的疼。因为阮过去想要用阮家己的方式来过幸福的人生，用做这个祭祀敬拜，用这个大自然所有的茶草稻果，雕刻诚做偶像伫遮敬拜，总是阮知影，阮无法度伫遮来找到这幸福、永远的救恩。伫阮无法度的时，耶稣你来，你赐福气，为着阮备办一条永远的路。阮无法度用做好事功德来满足阮的心愿，总是你用信心帮助阮，会通伫遮来领受你永远的救恩。互你的救恩临到伫阮，也到伫阮的全家。愿主祝互为咱这伊深深的勇行灵魂体形成，手所做行通顺利，也透过伊有智慧的一个分享，互遮个子孙后代永远诚做有福气的子孙。同心祈祷，靠耶稣圣名，阿免。这个时阵来请向后转，要来请咱的小会员伫遮来接纳。
礼物吼，一个小组长吼，一本上帝宝贝的话，搁有伊个人送的礼物吼。搁有要送的无？哦，乐宁区的吼，稍等吼。咱的乐宁区区长吼，好，搁有吼，我知吼。咱介绍者吼，稍等，介绍者伊后生吼，甲新妇啦吼，虽然未信主，总是欢迎来吼。过来吼，因带伊来教会吼，甲伊洗礼咧守护者啦吼，祝贺者吼，因带伊。领路尾要做大生意来教会信主了，搁带两个来信主安尼吼，咱拍鼓甲伊鼓励。伊甲我讲3月后手搁有2个安尼吼，所以吼，互咱这个老信徒吼，有一个激励安尼啦吼，咱做伙来结果子吼，来祝福搁较侪人。好，咱搁一个拍鼓甲伊祝福吼。咱来守圣餐，咱来吟圣诗356首第1节、第4节，咱一个吟来准备甲主同齐祷。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囡仔属于教会陪参者，就是你已经有洗礼、坚信礼，也是伫他教派有这的洗礼，咱通来守主的圣餐。如果你若是还未洗礼，请暂时莫接受，会通鼓励你，通做伙同伫永远福气。亲爱的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囝仔规个人所讲恩典的话。主耶稣讲，囝仔劳苦担重担的，会当就近我就来赏赐恁有安息。我就是换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
愿主耶稣基督恩典、永远的救恩，甲咱三个同在，也赐福气互咱。所听兄弟姊妹，请咱做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捌对主受，也捌传互恁。又讲，即个是我的身躯，是为着恁拍破的。恁特别食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旁边讲，即个杯是新的约，是伫我的胃所设立的。恁特别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恁特别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我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设立圣餐的时阵，伊有摕饼祝谢，他有拿饼祝谢，所以咱做伙来祈祷，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你拍破你的身躯，为着阮来付上代价，代替精生。你一献上就完全，阮无再搁再用精生，用这香，伫遮来祭祀敬拜。阮通用心神真实伫遮来敬拜你，因为你是神，敬拜你的用心用真实。赐福气透过遮个饼杯甲饼分别做成。赏赐阮对你来开力，面对所有的人生的困境，甲阮的所有的环境，阮来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圣名，阿免。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特别食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即个杯是新的约，是伫我的胃所设立的，恁特别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请小会员伫遮来。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是为着恁来牺牲、来拍破。恁特别食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是为着恁拍破。恁特别食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当咱摕着杯、摕着饼的时，你会通家己祈祷感谢。这个葡萄汁代表耶稣为着咱所流的宝血，这个饼代表耶稣的身躯为着咱来付上代价。所以咱感谢伊，伊上天的权能。救赎临到咱，也呼召咱成做这个世间的一个祝福的管道。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是为着恁拍破的。恁特别食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杯是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新的约。恁特别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
所讲，这是我的身躯，是为着恁拍破的。恁逐遍这个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的约，是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恁逐遍啉的时，就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遍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耶稣的死直到伊过来，甲咱永远三甲同在。毋知过咱的陪餐会员还未摕到杯甲饼啊无？这个是基督身躯为着咱拍破牺牲的。这个杯是新的约，是伫耶稣基督为所设立的。咱逐遍食、逐遍啉的时，就用感恩的心，咱做伙来领受。恁逐遍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平安、赐福气，甲咱三甲同在。咱搁一遍三甲来祈祷，感谢主，互阮会通领受这个杯甲饼，成做阮迈向人生稳定的路站的开力。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咱的方言，方言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也无明白方言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纪念。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过去的一年，你互阮平安。虽然阮都拄着艰难，拄着困境，拄着惊吓，但是主，你是平安的主，你要以后永远保守着阮。未来的一年，
阮也恳求主，你会当教阮伫地，互阮有平安，因为你是听的主，和平的灵君。主，阮当要献上阮的时间、金钱、甲财力，如主你所愿。阮的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尊名，阿门。谢谢。这时咱来请杨牧师来报告。来，咱来报告进前，咱议员来介绍遮个亲爱兄弟吼。搁一遍来介绍吼，咱的为咱这囝儿甲新妇吼，正道甲佩婷吼，请恁搁徛起来，咱欢迎。来，有小礼物吼，请坐请坐。李新荣兄弟吼，因搁迄个李聪正弟兄咧吼，父子吼，爸爸吼，搁来请坐你吼。因请坐上帝所，因全家拢来伫咱中间吼。来江碧丽甲周如意这母女吼，咱来欢迎。咱来介绍吼，1月开始到5月，台湾亲爱派道硕伊这大谢师印尼的李嘉恩同学吼，伫咱中间要来见习吼。伊本身嘛是一个牙科医师啦，有感动了去读神学院吼，咱感谢主吼。其他毋知阁有头一遍来，伫咱中间无甲你介绍着啊无？好，若无咱来看周报消息。咱感谢上帝吼，为咱这诚做甲咱教会的一份子吼，愿上帝来赐福去。拄好已经报告吼，咱是即5个月伫咱教会来做建设。咱今仔日图书馆盘点无借册，总是会通嗨册。咱教会大摒扫，请各牧区伫第7页，请恁照这个时间做伙来摒扫咱的教会。咱伫星光影城圣诞节活动会举办的期间，恁若去翕相，会通伫遮参加有奖这有奖品摄影比赛到伫今仔日收件请咱注意咱对这个2021年开始1月开始，咱伫拜5暗时7点半到9点有一个爱幸福职场讲座。咱有邀请真好的讲员，包括咱家己的兄弟姊妹，因伫职场拢真好的一个职位伫遐上帝的祝福伫因身上。同时段嘛有带囡仔来，有咱的儿童科学、奥福的律动甲打击乐总是在事先报名，因为有暗顿所以请咱若有咱来看一个影片。顶面拢诚做有影响力而且特别咱的会友拢会当伫遮来祝福搁较侪人，咱来祝福因。
咱恭喜主如姊妹伫元旦吼，生一个查某囝吼，会通拢平安吼。好，咱来祝1月生日的，请你徛起来来，咱来祝福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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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拍鼓来祝福，咱做伙来祈祷，做伙来祈祷。主啊，你想赐的生命何等的美好！当阮无认捌你的时阵，阮感觉阮的有限，阮的自卑，阮的软弱。但是因为主，你伫阮的生命中间，阮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旧的代志拢要过去，一切拢要变成做新的。新的一年，愿主你来祝福，特别祝福遮个兄弟姊妹，会当记得你所想赐的画命。你会通供应丰丰富富的画命，你也会通交托阮，将阮的画命活得丰富，来影响阮的四周围的人，会通做伙来领受这个属天的福分。愿主你赐福气互因，深深的勇行，灵魂体形成，所做的行通顺利。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圣名，阿门。请坐，咱做伙来读今仔日金句来读两遍来。第3摆甲伊讲，约翰的囝西文，你听我嘛？一定因为伊第3摆甲伊讲，你听我嘛？就由阮甲伊讲，主你无所毋知，你知我听你。耶稣甲伊讲，是我的羊仔。约翰福音21章17节过一遍。第3摆甲伊讲，约翰的囝西文。你听我嘛？一定因为你第3摆甲伊讲，你听我嘛？就由阮甲伊讲，主你所知，你知我听你。耶稣甲伊讲，是我的羊仔。约翰福音21章17节，请咱洗礼了这个慧兰姐吼，连面甲小会员伫遮有翕相安尼吼。请咱做伙来念祝福的诗，402首，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毋是山车由牧师来祝祷，请起立。同心来祈祷，同心来祷告，领受上帝的祝福。愿恁大家得到主耶稣基督完全的疼充满恁，也想赐伊搁我的气力充满恁，互恁通面对逐样的环境所拄着的挑战。天父上帝，恳求你继续用你慈爱的双手，引带阮伫新的一年，拢行伫主你稳定的道路，伫阮的路径拢有稳定的油在滴。愿主圣神你的感动，互阮会通邀请你成做阮生命的倚靠，成做阮永远的救恩。愿主圣神感动阮会通成做你祝福世间人的管道。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咱下礼拜到这，愿上帝祝咱一礼拜充满上帝恩典，咱彼此来请安祝福。请守会员请会员姐来头前咱来翕相。咱的牧者夫妇团队，咱第一张翕戴口罩，第二张